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生效，并进入全面执行阶段，要求从新疆地区进口的商品必须提供明确和可信的证据。周三，中共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了反对。中国对北约试图通过在马德里举行的峰会上宣布的新战略概念来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评价了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对中国造成的多方面挑战。北约不寻求地理突破，也不寻求到其他地区扩员，但是近年来北约却不断进入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出席马德里峰会也受到中共的质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随着媒体对东突厥斯坦人权状况的一再曝光，德国消费者拒绝破坏人权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根据民意调查机构的统计，在德国从政界到民间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增加。习近平在香港面临台风袭击和疫情爆发之际到访香港，港府安排群众手举红旗迎接习近平的专列。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习近平相隔5年再度到访香港。评论人士表示，在高压管制下，香港监狱关押了几千名政治犯，香港人以往享受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早已失去意义。在土耳其总统放弃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组织否决权的前2天，美国声明支持向土耳其出售新一批 F-16喷气式战斗机。哈萨克斯坦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了430名士兵。作为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将向中非共和国、刚果、马里和黎巴嫩派遣430名士兵。